大家好，又嚟到開市直擊嘅時間。今日國際焦點都圍繞住美國最高法院公開審理特朗普關稅案，法官罕有地質疑關稅合法性，加上中美貿易措施有新進展，成為市場關注嘅大事。美股方面，隔晚三大指數齊齊收升，主要因為最新經濟數據優於預期，加上部分科技股力撐市場。道指收報47,311點，升咗225點，升幅0.48%。標普500指數收報6,796點，升24點，升幅0.37%。納指收報23,499點，升151點，升幅0.65%。科技板塊方面 ，Tesla 喺股東大會前急升4%，Google 升幅都有2.4%。創新高，至於 Meta 都升超過1%。芯片相關股表現分化 ，AMD 升咗2.5%，美光急升近9%，不過 Nvidia 反而跌近2%。中概股方面表現普遍向好，拼多多、理想汽車、蔚來都升超過1%。不過小鵬汽車就逆市大跌近4%，百度都跌咗1.33%。轉睇港股，恒生指數上日收報25,935點，跌咗16點，跌幅0.07%。國企指數收報9,163點，跌9.97%，跌幅0.11%。港股大型科技股跌幅收窄，不過整體依然偏弱。恒生科技指數跌咗0.56%。個股方面，港交所公佈第三季業績，核心交易收入升54%。帶動三季度純利增長6%。南下資金持續流入港股，上日淨買入103億港元，當中南方恒生科技、阿里巴巴同小米都係資金追捧對象。A 股方面，上日上證指數收報3,969點，升咗0.23%；深證成指收報13,223點，升咗48點，升幅0.37%。創業板指升幅更加有1.03%。板塊方面，電網設備板塊走勢突出，海南板塊反覆活躍。另一方面，重組蛋白、量子科技同數字貨幣板塊跌幅較大。跟住睇返歐洲市場，英國富時100指數收報9,777點，升咗62點，升幅0.64%，創出52週新高。德國 DAX 指數收報24,049點，升100點，升幅0.42%。法國 CAC 40指數收報8,074點，微升6點。歐元區10月綜合 PMI 升到29個月新高，德國經濟復甦明顯，成為區內增長引擎。商品市場方面，原油表現疲弱，紐約12月期油收報每桶59.6美元，跌咗1.59%。創兩週新低。布蘭特1月期油收報每桶63.52美元，跌1.43%。現貨黃金捉住避險需求，反彈1.2%，收報每安士3,978.95美元。另外，比特幣經過連日下挫後出現反彈，盤中重上104,000美元。今日重點新聞關注方面，值得留意，有美聯儲多位理事發表講話。英國央行會議亦將公布最新利率決議 ，Tesla 年度股東大會成為焦點。另外 ，Airbnb 亦都會出業績。今集節目時間夠，我哋下集再見。